平静的代志，毋望这条诗歌过正做咱的祈祷，甲咱甲上帝来祈求，为这块土地。咱来用吟的，搁大声来吟。
的内情甲外交、国家的复兴、甲世界平安来守望祈祷，咱同声来开厝。主感谢你，阿罗你，为着阮的总统、副总统，甲所有台湾的人民，咱的国度，咱的立法委员，咱的政府，咱都是咧为着咱来研究阮的祈祷，希望你互阮咱的台湾，不管是送养人，还是老人，还是囡仔，拢会得到真济的平安，望得到真济机会，嘛希望你来帮助阮的台湾，有侪毒品、犯罪、佮诈骗集团，主要你来救阮的台湾，真正因为有你有信有耶稣伫阮的中间，阮就拢有平安。我嘛为着咱这世界有真济的战争，阮来献上阮的祈祷，主要阮感谢你。第二点，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事工，甲咱所有国度的福音，来献上咱的祈祷，为着咱的50喜年，为着咱的所有的团队，为着咱的富强人会用身体健康，咱开声来开嘴。主耶稣，感谢阿罗你，阮来为着阮的福音营伫台湾来继续进展。主啊，无论伫阮的50喜年的逐项事工当中，主啊，你拢帮助阮，互阮的真正所在领袖拢有伟力来的真个智慧。主啊，帮助阮伫这50喜年中间，拢知影这是咱逐个人的代志，毋是家己遐的长老，毋是牧师的代志，是咱要搁较济将咱的教会来介绍互这个社区的人，嘛真正为着阮的富强人，真正伫这个过程当中，阮真正会搁较济身体健康，阮的事业，阮的心灵拢会喜乐，阮的人际关系拢会得到你的帮助，主阮感谢你。第三点，咱嘛要为着咱即马教会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健康甲心灵平安来祈祷。咱伫周报面顶有侪侪的名单，不管是礼拜日还是礼拜日，咱拢开声为因来祈祷。主所你看到阮教会侪侪兄弟姊妹，因为即阵啊，因为真早啊，因为身体欠安，已经有足侪人无来这个教会，常常较早伫阮边仔坐位的人，因为即摆身体无爽快，可能伫病院，可能伫厝里，主阮平常时阮可能无法度常常来探访因，主要说有请你甲帮助阮，当阮受到伊的时阵，当阮看到周报这名单的时阵，当阮逐工看到的时阵，阮拢有法度为伊祈祷，主要说求你的保护，拢明早伫咱的兄弟的姊妹身躯，互因真正得到为你来的健康甲平安。第四点，咱嘛要为着咱顶礼拜伫台北发生的代志，搁长伫宜兰的地震，因为长足换只地震，所以足侪灾情，咱即马新闻还袂报出来，所以求主耶稣帮助因为大概地震的时阵，还是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，其实因当地教会拢会做足侪代志，所以咱也嘛为着迄阵伫迄附近的教会，伫台北遐的教会，伫宜兰的教会来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同声来开嘴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你看到阮顶个孩真正伫台北有心情无好的代志，有真侪人来受伤，甚至死亡。我嘛看到真正遮个人的爸母因的心肝是安尼恶当中，主耶稣，阮真正常常来祈求你，主啊，求你的平安，真正常常伫阮的中间。我嘛要为着昨个地震来献上阮的祈祷，阮也毋知有偌侪人有受伤，还是偌侪人的厝阁无去啊。主啊，当阮若看到新闻，遮个人的厝无去，遮因的家庭来破碎时阵，主求你互阮真正一个会晓祈祷的心肠，互阮知影主，阮真正会除了祈祷，阮啥物拢无法度做。求你帮助阮的基督徒，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，伫你面头前常常才做有法度祈祷的人，将世界所有的代志、恶摊当的代志，当阮看到新闻的时阵，阮毋是家己伫遐批评内底的代志，是阮常常甲主祈求讲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乐你，求你的平安真正爱常常伫阮的中间，求你的保守嘛常常伫阮的中间，为着咱的囡仔，为着咱的厝边隔壁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咱嘛毋知影。咱的囡仔啥会变安尼？有当时啊，咱嘛毋知影天灾当时会来。毋过主耶稣，因为你伫阮内底，阮阁有平安。主耶稣，阮要献上阮的祈祷，阮要献上阮的敬拜。逐礼拜阮伫遮时阵，你来祈祷，你来敬拜时阵，阮就是要献你来祈求，求你甲阮三角地带，求你的保护定定行走我。主啊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这个土地完成新祈祷。为这个土地，我相信祈祷，我主的真理，那更传的偏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求你。
乐，心顶一个人领着欢喜出声。是咱要来吟，透早起来学老子，咱坐咧吟好。透早起来学老子，透早起来学老子，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学老子，透早起来学老子，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因为伊是守住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透早起来学老子，透早起来学老子，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透早起来学老子，透早起来学老子，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，因为伊是守住平安的主。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，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。透早起来学老子，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有平安，我心内有平安。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，学了伊的嘴，常常伫我伊的话，常常伫我的嘴。我的心是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好，我听见你听谈的声，因为我靠你。好，我在旁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求你的名，时常虔诚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？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，才做你欢喜的祭。好，我听见你听谈的声，因为我靠你。互我在通行的路，好，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求你的名，时常虔诚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圣手举手，我要对你的心咱大声来吟，求主来听见咱的声，有听见我的愿咱的祈祷拿香，愿我祈祷
首。